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爱妈妈。因过要听电台放送就要纳钱，买收音机就要阁有执照。有一段无算短的时间内，逐个国家政府拢甲广播当作是上有影响力的媒体。要安怎管制广播电台放送伫台湾是安怎发展变化？今日我来讲因过电台放送这件代志。进前我伫第128集国民健康操的女士是上有讲到听放送做健康操，伊有一个作用，就是要互大家准时爬起来做体操。伫228集的时阵讲好运着时钟，嘛有讲到这个时间的观念伫台湾是豆豆建立起来的。放送台会报时间，这对台湾进入一个现代化的生活，照时间安排来做工作有真重要的意义。台湾到底什么时阵开始有放送台？台湾人头一摆听到放送是1925年，台湾总督府为着纪念日本统治30周年，伊办一个临时的试验放送，就是因试放10天，搁伫台北的新公园、台北病院、大稻埕的太平工学校内底、万界龙山寺，也搁有邮便局、公所遮的所在，拢装收音机，也搁请客停车装喇叭伫街仔路斗放送。放送的内容有报纸的新闻，也嘛会放囡仔歌，搁会放日本甲台湾的传统音乐。后来若拄着较大型的庆典，像讲日本天皇过生日，就拢会办这款放送的活动，民众是足介意。总督府嘛认为讲有一个放送的仪式，会当教大家日语，教一寡日本文化，佮会当互台湾人嘛建立对日本的认同。伫总统府试验放送了后，1928年就伫新公园内面设台北放送局，嘛为迄年的年底开始放送。因为要维持一个电台需要袂少钱，所以总督府嘛照日本的方式，就甲听友收钱。一台收音机收1个月1块的收听费。英国收音机是足稀罕的，要买一台收音机就要去登记，听候发执照，了就要搁纳收听费。台北放送局成立一冬了后，台湾地区有登记的收音机有9000多台，不过大部分拢是住伫台湾的日本人才有，内面台湾人占无到1/4。为着要互无收音机的人嘛会当听着放送，迄时的台湾放送协会就伫新公园内底起一座广播塔，免费放送互大家听。即马这个古迹也搁伫228纪念公园内面，若无注意也无得确会发现，因为外表看起来像一座小的纪念碑，其实是喇叭装伫这个水泥的条仔内底。这个放送塔因为离电台就足近的，所以伊放出来声特别好，特别清，真侪人拢甲叫做放送头。伫迄个收音机毋是真接看会到的年代，真侪人拢会伫迄个放送头的边仔咧听放送，也甚至有人厝内已经有收音机，毋过伫厝内听的时阵拢袂清，嘛开去公园听。这现象一直到战后，也阁有袂少人伫公园内面咧听广播。这个放送塔嘛毋是干那伫台北的新公园内面有，台湾别位嘛有设，伫台中的公园内底，即马嘛有一个相共的古迹。伫台北放送局成立了，总督府也阁有成立邦桥台、台南台、台中台、嘉义台甲花莲台。根据留落来记载，因为有收音机的人也是
住伫台湾的日本人较济，所以较少有台语节目，拢是日语节目较济。毋过伫1930年代，台北放送局嘛捌做过台语放送的台湾广告，内底就咧讲三国志一寡古典小说内底的历史故事。迄时台北放送局嘛会放现场的音乐，因为新公园内面都有一个舞台，互人现场演奏，所以因会去遐录音，佮放送互大家听。会放西方的管弦音乐，嘛会放日本的传统音乐。后来嘛有台湾本地一寡乐团演出。当然，大部分放送的节目也是日本电台咧做的。到1934年，台湾做的节目《台湾之夜》嘛有摕转去日本放送，收音机毋是足普遍，买了就爱搁纳即个收听费。有的人毋是真济，毋过若有一台收音机伫日本时代的时阵，已经听会到上海、日本，也是马来西亚、马尼拉的放送。后来战争开始，想要知影新闻消息的人变搁较济，听的人就增加袂少。伫日本时代，电台放送的内容嘛会使摕来跋筊，英国都有一种号做跋米剧，也是跋米筊，就是跋米的机会。这款用米跋筊的方式，自大清时代就已经有啊。毋过到1930年代开始时行的跋米剧，嘛毋是真正摕米的机会来算，是利用日本放送的消息。因为电台逐工拢会放送日本奇米市场的介绍，跋筊的人就用迄工市场报价的浮动来移。这款算法后来伫台湾真济所在拢有人咧算。伫战后，国民党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因就来接收日本人起的所有的电台，包括遐的房地产设备，改造变国民党经营的台湾地区广播电台。后来佫改造叫做中国广播公司，或者公司事实上也是政府补助的经营，主管也是国民党指派。接收了后，就改组叫做台湾广播电台。228事件的时阵，迄天民众游行拄着兵仔举枪写游行的人，都有一群人走去广播电台，要求着爱放送。迄当阵电台也真正有甲即个事件放送出去。当然后来有一寡电台的职员就互人掠去关。若民众是要求电台爱放送，警备总部的瓜湾分迄天暗时嘛去电台讲已经开始实施临时戒严。小共迄阵省议会议长黄兆钦、市议会议长周延寿拢有去电台叫民众都爱听候有人代表去甲官员致接。国大代表谢吴嘛去电台讲军队无提倡大民众，结果大家听了是足生气，就去甲伊的真相拢总迫害了了。为这个事件会当看到讲，大家拢走去电台要放送，向民众讲话。迄时这种会当传达信息的放送台是有偌尼重要，嘛因为安尼。台北放送局即阵变做是228纪念馆。228过了，真紧台湾进入戒严。若是电台放送，对政府来讲足重要。白色恐怖的时阵，政府是安怎要搁开放民营的电台？蒋介石伊主要是惊台湾的人会去听中国共产党的放送。所以一方面是互台湾有搁较济电台做较济节目会当互大家听，一方面嘛要求这个电台爱做出搁较济向中国放送的节目。当然嘛毋是啥拢会使去申请成立电台，大部分拢是对国民党为中国来的人。这个人若毋是直接甲政府有关系，就是特务，也无就是政治人物、民意代表。
而且政府有规定电台放送的语言甲节目种类的比例，所以民间经营的电台是无法度甲摕政府补助的中国广播电台竞争。甲日本时代相共，战后要买收音机也是需要一张执照，毋过日本时代发这张牌照是为着要扣钱，国民党政府发牌照是要管制谁会使听，也遮个人是咧听啥物。中国广播电台是迄当阵伫台湾摕来宣传中华文化甲做政治教育上好的工具。我细汉的时阵一定都听无是安怎radio内底报时间的时阵一直爱讲中原标准时间，也嘛无啥知影中原是啥物。毋过台湾人听即句听有够久诶，一直到2007年的时阵，中国广播电台才无去讲。开放民营无够10冬，一直到1959年的时阵，国民党政府就无去开放，互民间申请广播电台啊。根据迄当阵的统计，台湾广播电台迄时总共有33间，内面21间是民间经营的。迄当阵的电台有审查，毋过是放送了才审查，所以是放送出去，若有出问题，才会互人掠去。也是互人处罚，所以有时语言的使用有规定，节目的种类有一个比例规定，毋过毋是逐个电台拢遐尼守规矩，特别是因嘛爱趁广告费，爱卖药啊，所以就爱做一寡较侪人听有的台语节目，才有听众，才有通卖物件。因是的确就爱配合政策的宣传，嘛毋敢批评政府。到1970年代的时阵，有真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电视台出现，因为电视台的竞争，互听广播、听放送的人变少。另外一方面是政治局势改变，台湾甲美国断交，台湾民主化运动甲要求独立的人嘛变侪，所以国民党对媒体的要求就搁较严格，规定敢若会使讲华语。也嘛改做要放送进前爱先审查才会当放。美丽倒数行了后，足侪媒体拢互人禁。伫美国的台湾之音这个媒体变做是台湾人要知影消息的一个真重要的方式。台湾之音是一个海外媒体，因为国外拍电话倒来台湾采访录音，才去放送出去。后来大家知影了。都会主动为台湾打电话去甲因报，美丽岛事件就有人打电话去说明现场发生的一寡代志。台湾之音佮发明一通电话就知影台湾事的设计，英国电话拢有装打录机，一个录音机，电话若连几声无接，就会变做一段录音走出来。因就是甲消息拢总录音起来。互即个电话的答录机自动放互打电话去的人听，即个方式互台湾的消息会当传出去。后来是伫加拿大、伫澳洲、巴西的台湾人嘛拢有学着的，会当设一个电话广播电台，互大家拍一通电话就会当听到台湾的消息。1980年代台湾经济变好，广播的设备搁较进步，成本嘛较低。无申请的地下广播电台就豆豆出现啊。56天说民主之声，张俊宏做立委的时阵就成立全民电台。柯英奇成立台湾之声，也阁有真侪别个电台。迄时拄改严，用台语、客语批评国民党政府是遮的地下电台拢有的特色。因为遮拢是伫合法的电台内底袂使讲的。一方面是要去掠做歹掠，另外一方面台湾也真正开放民主化，所以1993年政府就全面开放广播电台的申请。即阵大家听我讲话是透过网络的平台，心内可能嘛有人会想讲，也阁有啥人会去听广播电台放送。毋过现主时全台湾无线广播电台也有186间，
这就表示伊继续在增加，并无减少。我今日先讲到这，上到尾来讲一本册。去年我讲过的《雕龙群雄》，遐会做电影的人，今年出第3集吧。这是小庄老师画台湾电影历史，伊用放假的方式来介绍台湾战后电影的发展。这本册《潮浪群雄》伫册店拢找得到。想要了解台湾电影的人，会使去买来看，找来看。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贤爱妈妈，大家再会。